自2026年8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稣日的日子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何西阿书第1章。下面是乌西阿、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续接做犹大王。约哈斯的囝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，上主对比利的囝何西阿讲的话。上主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，讲：你去娶一个淫妇做某，收伊对淫乱生的囡仔，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淫乱，离开上主。何西阿就去娶利拉因的查某囝哥密，伊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耶稣日，因为过无偌久，我要因为耶和华伫耶稣日杀人流血的罪，甲因刑罚，要断绝以色列的王朝。到迄日，我要伫耶稣日山谷压制以色列的境。哥密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，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罗哈玛，因为我无要疼惜以色列家，一定毋甲因赦免。总是我要疼惜犹大家，我上主因的上帝为救因，毋是用弓、用刀、用钩箭、用箭马，也是用马兵救因。罗哈玛长年了后，妇人人阁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讲：着甲伊号名叫做罗阿米，因为恁毋是我的子民，我嘛毋是恁的上帝。总是以色列的人野话亲像海沙未量直，未算直。以前上帝伫什么所在有对因讲：恁毋是我的子民，将来伫遐要对因讲：恁是永活上帝的囝。犹大人甲以色列人为联合，选一个领袖，对这个地兴起，因为耶稣日的日为诚侪阳光的日。耶稣日的日子，耶稣日对伫北国以色列来讲，是一个复杂精确的地名。原因是亚哈王伫遮夺取南北的葡萄园，后来耶和篡位的时，伫遮杀害亚哈的囝约荷兰与亚哈的某耶洗别。耶和虽然报了南北的冤案，但是也因为太甲目孔赤，顺势将与亚哈结亲、当当时来访的犹大王室诛灭。此举也间接造成嫁到南国王室的亚哈之女阿塔尼亚篡位，进一步使原本联姻关系的南北两国变成关系交恶。2020年8月14日出殡的前总统李登辉，伫台湾社会同样是具有复杂精确的名字。有寡人认为，李登辉证明了台湾人也有能力治国，搁带领台湾行过宁静革命，就将伊赞誉做民主先生。总是也有人认为，李登辉推动两国论，行往法理、台独带来战争的威胁。寡人对伊赞誉有加，认为伊会当伫
当年继任总统是1-3，一个人摆平党政军三股势力。另外，也有寡人对伊分治入骨，甚至伫伊出殡当日，也有人伫追思会场破红漆，以解心头之愤。耶稣列对希伯来文来看，也具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上帝耶种，另外一个是上帝驱散。同样一个手部的动作，对一寡人来讲是耶种，对另外一寡人来讲可能是驱散。伫台湾，当政权转移到本土政党的时，有人讲台湾人要出头天咯，有人讲中华民国要灭亡咯。伫经济起飞的时，有人因为受贿满心欢喜，也有人因为无缀着骹步心生怨怼。先知何西阿是伫南北两国交恶的时受呼召，宣告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搁再联合。等到时两国背后拢有大国支持，更加进退两难。伫即种情况下，先知也呼吁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搁再联合，唯独具有先知的眼光，才会当有安尼的期望。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告别讲，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佮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成做愿望的记号。教会安怎认同所有的子民呢？就是不论伊是甚物族群、甚物政治立场，也是社经地位，拢上款接纳。拄亲像先知何西阿讲的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会搁再联合。是为家要成做咱的耶稣列，一个互人感觉被上帝放杀的刑罚，却为咱种下信仰的种子。耶稣基督拍破家己的身躯，互无共文化、种族的信徒伫伊的内面合一，经验着被接纳、被医治的新生命。默想，我安怎包容、接纳无共立场和社会地位的人，互因也会当体会耶稣基督对因的意义，伫生命的困境中继续保有愿望。我安怎包容、接纳无共立场和社会地位的人，互因也会当体会耶稣基督对因的意义，伫生命的困境中继续保有愿望咧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分裂于上魂中，你要也落愿望的种子。愿十字架成做阮的耶稣列，互阮伫你内面合一，彼此接纳，成做和解与恩典的记号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